老台语讲新闻，世界大小事拢捌教闻。讲新闻老台语，搁来话大小事咱尾头来讲起。讲到5月是报税的时间，今年报税嘛有新的规定，像讲免税额已经提悬。另外讲到税，嘛有人讲生笑，讲咱台湾啥物税都有。也毋过其实清朝的时税都袂少，像讲有厝税、关税、津税、店税、租税、路头税。古早饲猪仔，互人拍种扣低保税，算算会敢若臭单免纳税。讲新闻老台语，咱的时间到，主播陈彦伟。讲新闻老台语，过来话大小事，咱尾头来讲起。大家好，我是陈彦伟。时间来到5月份哦，其实这个月对真侪人来讲上重要一件代志，就是报税。啊，毋过你敢知影这今年报税有啥物款无共款的变化？另外甲报税有关系台语俗语又有啥物咧？今仔日老台语讲新闻，都爱带大家做伙来了解。第一张图，咱先来看卖开始爱报税，报税时间是为新历5月初一开始到5月底为止。啊，毋过今年爱特别注意。其实前几年受到这疫情影响，所以报税时间会当延后到6月份左右。啊，不过今年疫情是大大受到控制，所以报税时间同款是维持到5月底为止。观众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。另外看卖这报税方式有无同款，有4种。第一个就是人工会当到现场来报税，第二个就是用网络来报税，第三个就是会当用财政部这报税软体，另外嘛会当用这手机来报税。另外看卖真侪人一定都是爱想要知影，今年到底这报税制度有产生啥物款的变化，有啥物减税措施？第一个就是提悬基本生活费，为原本192000块提悬到196000块，是提悬4000块左右。第二个就是讲提悬这免税额，一般的人呢是为原本的88000块提悬到92000块，是提悬4000块左右。啊，若是满这70岁时段人，会当为原本的132000块提悬到138000块，是提悬6000块左右。另外第三个来看卖，就是提悬这标准扣除额。若是还未结婚的人，为原本12万提悬到12万4000块；若是已经结婚，翁某2个人做伙来报税，就为原本的24万提悬到24万8000块。另外第四个就是讲提悬这薪水，啊个这薪薪障碍特别扣除额，是为原本的20万提悬到20万7000块，是提悬7000块左右。第5个啊个第6个就是扣税嘅级数，啊个这医护人员的费用率嘛是对咧提悬。其中上重要一件代志，就是若是旧年你有捐钱或者乌克兰来帮助因渡过难关，这钱拢会当全部算入去这扣除额内底。好，另外大家上关心的一件代志，就是讲我一年到底是爱趁偌济钱以来是唔免报税？来看卖，若是还未结婚的人，一年收入无超过42万3000块是唔免纳税。另外，若是翁某2个人，一年收入无超过84万6000块的人，嘛是同款唔免纳税。另外，若是加到一个5岁这囡仔，一年收入无超过这105万8000块，同款是免纳税。好，这就是今年这报税新的一寡制度，提供大家做回来参考。好，讲到这报税哦，其实有一寡报税这台语俗语，都要和大家做回来了解。先来看卖，其实伫清朝的时阵，真侪物件拢爱纳税，亲像是这津税、厝税、路头税、店税，啊个这租税，拢总爱纳税。好，讲到咧生活内底，遮尔侪物件拢爱纳税，就会出现一寡甲这报税有关系的俗语，亲像是这臭单免纳税。意思就是讲，真侪人爱讲这大声话，啊，毋过讲了却完全免负责，就变做这臭单免纳税这词。另外来看卖，就是这抽猪母税，意思就是讲，这猪母甲这拍种的猪仔，若个交配了后，生出几啊只这猪仔囝。另外呢，一边人会当分到几啊只，后来就变做是查某囝嫁出去了后，生囝了后，其中一个到2个囡仔会当对着妈妈来生，最后就变做是这抽猪母税意思。好，这就是一寡甲这报税有关系台语词，啊个台语俗语，提供大家做回来参考。这就是今仔日老台语讲新闻的时间。